哥，咱家这牛奶不有的是吗？你让我给你买个现成的干啥呀？用这盒当模子，今天给你做点奶皮子冰淇淋。奶皮子冰淇淋，那哪好吃啊？这一会儿冻上就是奶皮的雪糕了呗？你给我留2个啊，六哥，我也加点料。好个腰子！你烤腰子干啥呀？要放雪糕里啊？这玩意儿强身健体。那你再放点枸杞得了呗。哎，对呀、你是真会吃啊！来，动上去。 这是我那腰子馅儿吧？你这又腰子又枸杞，还能好吃吗？哪好吃呢？我岁数小，我得补，我得为以后打基础。你补吧，别碰对象。 想吃草原美食，你就来找我们，墩墩兄弟等你。